这个影片10年前就上传了 ，YouTube 10年前就有了，还是更早啊？现在中华民国111年，扣掉10年，101年。101年早就有了。YouTube 好像民国90年代就有了，好像创始人是台湾人呢，然后卖给那个 YouTube 的，卖给现在 YouTube 的公司的，厉害厉害。101年传上 YouTube 频道了。吴乐天、吴乐天很会讲那个廖天丁的故事，红龟的红菇，廖天丁啦、红菇的故事啦，还被邀请到台大演讲了。但是他好像比较支持民进党的。